哎呦，金妹妹啊，告诉你，带你第一道办的喂，阿天机我家，你当年阿天机我。那今天几楼到去啊？要么逛逛饼干了喂。哎呀，谁是个伢子？你拉屎拉为啥逛的？我有新式武器了嘿，摆正的语境。你看那个摆完肯定那想到两个阿确实，天家摆单个，那当时得更多，你那弄啥个来举谁家？不懂你带你玩，你看我今天买票的哦，你就可以去过次的。用一个气人那还不想法子家，没好弄懂哇！你跟我走，别抖老手。我幸亏得50在，上山咋不敢跟你去？把那马头咋不写得来搞？又写得来个那样子阴阳怪气。那个才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神经受罪最感动的地方，晓得哈？哦，像那种事那种西门角落头是真假好。真的呀，你跟我出来还只有勾三个分，你呱呱呱呱谁干他是吧？我没有看。你不想嘛？我这还梦想着呀的了，还拿啥？那个谁那个吧，有红头发，反正外国人的中国人啊，他当然去捏捏了啊。哎，那你嘛我的女啊，跟你好啊。前往玲珑茶局，你看真早个那弄了路的啊，反正那你就可以就拔车啊拔车。地给你看啊，确定。那一点龙虎出来是阿玲，金龙缠身，今晚我来发财在。白相开出来再拍一道呀。哦哟，这还得刚才我厂上来当你还赢的，我发不来，来当个 PS 上去啊！我也弄点龙啊，让你 P 了一来啊！当时叫酒啊，那个龙，啊那两个的一来给自家跟动，哎低了讲我觉得嘞，哎上个拜拜了谁的哈？再低呢？回答问题来着，有几分啊？明日，中日，明日肯定明日。啊，哥姐，我到了该中之前，作文下来谁按照历史海哦，晓得。通力桥和什么桥相映？成双桥景观。芝麻姐，哎呦，恭喜答对！不亏饼干了赚到的，就可以聚一杯咖啡。别个地方肯定还是就可以去。哎，怎么人家虚的有欢喜？爸爸你看你不相信哎，还等你玩呢。哎呀，神之亏。现在叫你米对周还健康。今晚啊，你记得记住啊，侪是我立邦国那个女哦。那个就是呢，为你人生的结果。我家里的豪宅到了。哎呦，我是全国分不办单位了呢，你哪晓得个呢？那你看呐，神奇博物馆马上预约，啊是那个办箱外文开个呀？哎，再来看看啊，再开办箱。甜心派美甲呢，去找搿高人高素质最有名。那个博物馆没到这卡子到哪里来？不得的，到来在50块举得来，分比你就好啊，你还做啊？比你20%得来。你要吃到风水差崩啊？等你在辰光上嘛也搞不上毛病的啦。我一老婆这个没死的那份好玩呢，我觉得个你的心心念念个这卡子，啊是个意思啊。啊，你别狼些呢啊！今晚啊，我有点脑子头皮，白奶来做这卡子啊，你种姊妹阿贴，这两高头算贴个子啊，贴子3年子。哎，我那想，各种改建的房子，但我非进去再太难的，进去先问问清爽，对，都会非让人家谁带出来，这样也高点，贵样也高点，但是我弄脱这4000去，现在叫我陪你去玩，你跟你也赶进去个，你非要4天，先问问高点啊。哟，您都不得了。这边确认一下核销就行了。你要是做梦啊，很想的，逛逛饼干了，或者逛它这个这卡子嘞，哎，为什么人家看不出个3个分龙啊？要的就是这效果，10就可以举出它。